候也觉得说，真的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要忍住修行。你看那个佛陀，他546才可以把那个忍住到修到，然后淋漓尽致，他不生嗔恨心，不生一切不好的心。可是我们如果在以道场的年龄来说，我们只是半路出家啊，如果要在这个忍辱的波罗蜜上修行，真的要有很大的功夫下去修行，不然如果在顺境当中，当然说大家都好像是修为很好，内涵很好，德性很好，但是往往遇到事情的话，有时候一件事情或者是一句话，可能会让我们受不了，可能会让我们的无名更上来。所以这个忍辱呢，它放在这个第一波罗蜜也是很有大的原因啊。因为如果修行的话没有把忍辱放在心上，就像以前我们那个老祖师，人家破一个禅在他脸上，他可以任他自然干了。然后接触圣人也是一样啊，人家打我们的右脸，我们要把左脸再让他打一下，这都是忍住的功夫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记很清楚说，五教圣人他们的修行功夫也是放在忍辱为第一波罗蜜啊。所以我们除了这个金刚经知道忍辱的话，对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增加我们无上的功夫。不然的话呢，有时候以前那个我见花莲的时候，那个李老，他时常问我们说，我们要在一贯道的修持法门当中，要怎么样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下去修持？那时常会有那种反思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解到那个忍辱波罗蜜，或者有人跟他讲说，其实修行就很简单啊，就好像说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比如或者以前刚进道场的话，时常在听道理，就听那个贤姐跟我们说，如果人家大声，我们就小声；如果人家小声，我们就无声。这样的话，双方就不会起口角，我们也可以忍下一口气。就是教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忍住嘛。当然，第二段说，菩萨因地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顺摄身心。当然，在我们的六尘当中，色身香味触法，要离一切相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。当然，这个好像讲很简单，但是要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可能比较要看功夫的啦。比如我们时常说的，我们去菜市场啊，或者是百货公司啊，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好像不把它买回来呢，那个心呢好像很不安稳。就时常在想，我这件衣服很漂亮啊，我要把它买回来，那个心才会放下。所以在百货公司一直绕原来还是在那件衣服的前面。所以真的要离一切相，可以不住
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呢，在我们修行当中，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，这是后学对非常的辛